好大部分冇咗。冇咗。Oh God, please no! 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喺7月頭咧，我就上咗喺深圳做咗杜牙根啊。其實要上去試咧，本身真係有少少驚驚地嘅。你話上去洗牙就唔話太擔心啫。但之前試過呢間咧喺福田口岸附近嘅扇貝口腔做咗洗牙，同埋俾主任咧檢查咗牙齒，係真係覺得佢哋都幾有黑，同埋服務都唔錯嘅，所以最後就試下啦。因為今次嘅體驗咧同埋拍片嘅關係，所以都了解咗好多杜牙根嘅嘢。條片咧都會同大家分享晒嘅，等大家都了解多啲。第一樣就係杜牙根嘅流程同埋期間要留意嘅嘢啦。第二就係牙裝、牙套嘅種類同埋價錢，同埋係咪人人都需要做晒呢兩樣呢？第三，佢哋嘅收費、期間嘅服務，同埋牙套整好之後咧，品質保養嘅售後服務又係點嘅呢？跟住就係自己杜牙根嘅過程啊，都拍咗片俾你哋睇下。最後咧都俾大家了解下我揀呢間扇貝口腔佢嘅環境設備啦，其他服務收費，同埋有咩香港人上嚟睇牙嘅專屬優惠。今次條片咧拍攝時間都長達1個月嘅，事不宜遲，去片啦！中意收睇旅遊、飲食、生活資訊同埋開箱片嘅話，請訂閱我 Andy 遊樂園嘅 channel 同撳埋個鐘仔，全部都俾心機整㗎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杜牙根咧係一個俗稱嚟嘅，佢正確學名應該係叫牙髓治療。我見國內咧佢哋會叫做根管治療。當蛀牙蛀得好深，唔可以再補啦，或者隻牙崩咗，或者有細菌入到去牙根導致發炎，令到牙痛、牙齒敏感嘅話咧，就需要杜牙根啦。杜牙根咧通常會分幾次進行嘅。咁我喺扇貝口腔做咗個免費 CT 檢查之後咧，就聽下佢哋嘅專業人員嘅講解啦。你哋就話個杜牙根要做先，係啦，咁我都想了解下其實個過程。係咁嘅。杜牙根咧係因為你呢度有每個牙有牙神經嘅，神經係感染咗之後咧就會發炎，呢度發炎就需要杜牙根。杜牙根咧係要將入邊啲感染嘅神經清出嚟，放藥落去殺呢個神經，大概等1個禮拜之後啦，我哋翻嚟將呢個感染嘅神經同埋炎症清出嚟，清出嚟之後咧放消炎藥落去消炎。第3次咧就係將呢個管道充填起身，呢個就係成個杜牙根嘅流程，大概要嚟3到4次嘅。即係3到4次左右就連埋個牙套都做埋㗎啦。唔係3到4次係將呢個杜牙根完成。杜牙根完成咗，觀察1個禮拜冇咩唔舒服咧，我哋就嚟做呢個牙套。做牙套嗰日咧就係磨牙啦，磨牙吸個膜，吸個膜翻去等1個禮拜到2個禮拜啦，我哋就過嚟戴牙。成個流程落嚟咧，大概喺5次度。總括嚟講，杜牙根連埋牙套整好晒，大概要4至5個禮拜。呢個都要視乎翻每個人嘅實際情況，其實次數咧都係同香港差唔多，而喺呢度整咧佢都會就翻個時間。咁喺杜牙根期間咧都有啲嘢要留意嘅，實際情況我覺得喺整嗰陣時再問多次牙醫會好啲。可以食，但係我哋都唔建議你用嗰邊嚟食，因為杜個牙根啲牙咧係好脆嘅，好容易就咬崩。我哋盡量都係用另外一邊嚟食嘢嘅。跟住就嚟睇下牙裝、牙套嘅種類同埋價錢，兩樣係咪都要做晒呢？牙裝咧係如果隻牙爛得太犀利嘅話咧，就需要加。隻牙套咁就要喺呢度打個樁落去先套得到。咁譬如人哋就得呢隻窿，人哋冇咁大個牙體損失，咁佢就直接可以磨晒一圈套咯。要睇情況嘅。咁而家我係咪你係需要嘅？係你要用樁嘅，因為你好大部分個牙體係冇咗。Oh God, please no! 呢個樁咧又係唔同價就唔同材料，有980嘅，有1280嘅，有1800嘅。一般嚟講啦，纖維樁其實已經好夠用噶啦。同埋我都有問佢哋話，香港人上嚟整咧，一般都係用翻呢隻。跟住就到揀牙套啦。我哋牙套咧有唔同質地嘅就係唔同價，有烤瓷啦。烤
烤瓷而家做嘅人比較少啦，淘汰咗噶啦，但係都有做。但係烤瓷牙係對我哋身體係冇生物嘅相容性嘅，到咗一段定嘅時間咧，佢會有一啲嘅罅出嚟啦。國產嘅全瓷牙套，佢個費用上面就會低啲啦，係1588嘅。有進口嘅德國一隻2988，係米蘭德嘅。仲有比佢好一啲嘅嗰個3988嘅，係叫達康嘅。呢個係咩國家？呢個都係德國嘅，即係有一個係美國嘅，呢個係最好嘅，目前最好嘅牙套係5500，叫拉華3N 公司出嘅。香港多數人咧係用呢一款嘅2980就，我就諗住揀德國嘅，而兩個牌子咧就差1000蚊人仔，於是我都有問下佢有咩分別。2980同3980。佢同佢嘅差距咧就硬度上面嘅差距啦。譬如啦，佢可以咬到1000壓力嘅嘢，佢就可以咬到800壓力嘅嘢啦。哦，1000壓力通常咬啲乜？咬啲好硬啲骨頭。OK， 咁唔使咬硬骨頭，其實就800都已經可以應付到好多需要㗎啦，係咪啊？OK， 所以變咗啲香港人多數上嚟做就做2980呢隻。係啦。哦，咁我覺得2980就得啦。依家就嚟講講佢哋嘅收費。扇貝口腔杜牙根嘅費用咧，前牙係1000蚊，大牙就係1500蚊。呢個價錢已經包晒所有嘢㗎啦，唔會再有額外嘅隱藏收費。佢包括咗醫生幫你處理杜牙根啦、牙齒物料嘅填充、打麻醉藥啦，同埋提供止痛藥嘅。同埋咧，幾次杜牙根嘅過程裏面咧，醫生咧都會幫我照一照 CT， 睇清楚裏面嘅情況咧去做治療。因為香港照一照咧最平都收你嚿幾水噶啦，有時咧唔想覺得濫收費嘅話咧，佢哋未必會照多1-2次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服務嚟嘅。而牙套咧，國產嘅牌子有3年保養，德國嘅咧就有5年。如果真係遇咗一啲特別嘅情況，例如甩咗啊，咁佢係唔使收錢，幫你免費整翻好。同埋如果真係有問題唔可以再用咧，佢都會免費幫你換翻新。整完之後咧，佢會俾翻你自己牙套嘅保養卡，卡上面咧都印咗你嘅名同埋牙套嘅獨立編號，易知識別同埋方便做翻保養。嚟到實測環節啦，幫我杜牙根嘅咧係吳醫生。喺房咧都見到掛滿住佢嘅資歷同埋證書。杜牙根第一次嘅療程咧係要先打麻醉針嘅。其實本人咧對輕微嘅痛楚咧都有啲敏感嘅，所以做之前咧有啲緊張。見醫生咧都要先喺打針嘅位置咧搽啲麻藥上去。打麻藥嘅時候可能進針嘅時候會有啲點痛哈。其實當時咧真係冇乜痛嘅感覺嘅。我而家睇翻畫面咧，真係眉都冇皺一下嘅。吳醫生你真係好有前途啊！功夫醒，好好嘢。接住落嚟咧就係開始清除爛牙嘅部分，跟住就係一系列杜牙根嘅流程啦。涉及到專業操作咧，呢度我就大概分享下個實測情況就算啦。總括嚟講，杜牙根咧就做咗3次左右，其實都係第一次需要打麻醉針嘅啫。之後都冇乜唔舒服嘅感覺，所以醫生嘅手勢咧真係好重要。最後就介紹一下扇貝口腔佢哋嘅環境設備同埋其他服務收費。喺大堂咧就可以詳細睇到每位醫生嘅資歷，同埋佢哋嘅團隊營運咧都已經有成10幾年經驗以上嘅啦。每位醫生咧都有自己嘅專長，植牙、箍牙、杜牙根、牙周病治療、兒童牙齒治療等等。喺大堂行入去咧就會有2間諮詢室，主要係醫護人員同我哋傾翻牙齒嘅問題啦，同埋有咩方案可以做。跟住就有幾間綜合治療室，主要做一般嘅補牙、剝牙、修復牙齒啊、杜牙根嘅治療。呢間就係醫學影像室啦，做 CT 掃描嘅地方。佢呢度咧，只要上嚟睇牙咧，呢個服務就係免費嘅。等醫生講解嗰陣時咧，圖文並茂就更加清楚啦。喺隔離咧，仲有美學修復嘅介紹，佢哋都有提供咗箍牙同埋美白牙齒嘅服務。跟住就係洗牙同埋做一般治療、牙周護理嘅地方。洗牙嗰陣望出去個 view 都幾舒服噶。跟住嚟到植牙室，佢哋咧都攞咗植牙嘅國際認可單位 ICOI。上網睇翻咧，佢哋嘅總部咧喺美國，
同埋咧喺全球咧都有認受性嘅，呢個俾翻大家參考。植牙室咧一共有3條通道，每一條通道咧都有唔同嘅用處。而我哋入去嗰條咧都見到有 lock 卡俾你放嘢嘅，同埋咧佢都要換一次性嘅鞋，避免影響裡面嘅衛生。咁啱咧我都影到裡面少少嘅環境俾大家睇下。佢哋都有間俾小朋友專用嘅治療室，裡面咧有少少唔同顏色佈置嘅 deco 咧去點綴一下，咁冇咁冷清啊嘛。佢呢張凳咧係可以調升降嘅，適合翻唔同年齡嘅小朋友。同埋聽職員講，佢哋話會按情況咧播翻啲卡通動畫俾小朋友睇嘅，咁真係幾識嘆喎。睇咗咁多設備之後，跟住另一樣好重要嘅嘢咧，就係佢哋嘅衛生消毒啦。佢哋都有公開展示咗俾客人睇佢哋嘅無菌消毒流程。喺裏面咧見到總共有3間房嘅，第一間咧係清洗間。喺清洗間會見到佢哋有唔同嘅清洗流程啦，主要都係將啲用具咧進行反覆嘅清潔。跟住咧就會敷呢個通道咧，將清洗好嘅用具轉過嚟呢間消毒室，再用唔同嘅器材進行消毒。消毒之後，同樣都係透過呢個通道轉去儲存室。呢度就係啦，衛生問題我就唔行入去啦。總括嚟講，佢哋嘅設備同環境咧就咁睇都唔錯嘅，起碼透明度都算高。至於佢哋其他服務嘅收費，我都大概整理咗一啲 hot service 俾大家睇。佢哋仲有提供咗好多唔同嘅牙科治療，我都擺咗佢哋嘅 WhatsApp 連結咧喺資訊欄度噶啦，有興趣嘅可以 click 入去查詢。同埋而家只要預約嗰陣咧，同佢哋講聲係睇我呢條片介紹，就仲會有多3個優惠。大家記得快啲預約啦，上去玩嗰陣順便檢查埋都好嘛。今次嘅體驗俾我最大嘅感受咧，其實係由擔心變咗放心。講真啦，香港動牙根大概6000至8000蚊左右。呢度咧就3-4千蚊搞掂，接近平咗1倍。雖然話喺香港做咧，其實未算話負擔唔到，反而你話喺香港植牙咧就真係好重皮啦，都叫上嚟深圳搏一搏啊！所以當時諗到牙根係咪真係呢度做呢？呢間嘅牙醫中心，我由最初試下洗牙同檢查牙齒啦，到依家做埋動牙根，佢哋真係講咗好多資訊俾我知。接觸每一個唔同嘅職員咧，其實都 feel 到佢哋想幫你，唔係想 sell 你嘅。你話佢價錢係咪最平呢？我覺得又未算係。咁初初問佢哋嗰時咧，佢哋都有分享過，佢哋係想提供有價值嘅服務、有技術嘅醫生。特別而家上網有咁多資訊可以睇到啦，咁最平係咪就係最適合呢？對於香港人上嚟睇牙呢，其實價錢本身就平咗一大截噶啦。所以除咗揀有質素之外呢，都可以了解下佢哋嘅理念。醫療翻返去本質呢，其實要提供好嘅服務，幫你解決牙齒嘅問題。究竟將啲投資放落去價格競爭度啊，定係放翻落去有價值嘅醫療服務？咁大家細心諗下就會知邊樣對自己好啲。希望今次嘅實測同埋介紹可以俾到你哋一個安心嘅選擇，同埋都好多謝善貝口腔咧，俾咗一次唔錯嘅體驗我。多謝晒吳醫生溫柔嘅手勢同埋耐性。嚟緊咧都有會去台灣、澳門、珠海同埋深圳嘅片咧，陸續同大家分享。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仲可以 follow 埋我 Facebook 同埋 IG。咁我下一條片一出咧，你哋就會成為我最新收睇嘅觀眾啦。好啦，今集嚟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下集見，拜拜啦！呢間牙醫中心咧，其實都好近福田站。大家可以坐4號線搭一個站去到福民，之後就轉7號嘅藍色線往西麗湖嘅方向，搭3個站嚟到沙尾，咁就到噶啦。前後大概用咗15分鐘左右就嚟到，跟住喺 C 出口出，搭扶手電梯上到去行幾步就到了。佢呢度咧係有2個入口嘅，呢邊側門咧就有升降機直接上去，而正門就沿住呢個方向行過去就到。呢個就係佢正門啦。佢呢邊附近咧都有啲 coffee shop 同埋餐廳。如果等睇牙或者陪人嚟睇嘅話咧，都可以有其他地方坐低。